专业人员拉紧绳索，在堰塞湖南岸约1公里处的危险坡面上安装第3套微地动仪，溃堤预计时间从原本的15分钟拉长至40到45分钟左右。微地动仪可以很快侦测到坡面崩塌的情况，也能发现是否阻塞河道和溢流。设备不受天气影响，大幅提升监测预警功能。马太安溪堰塞湖从9月23号溃堤到现在，水位已经下降约133公尺，但还有超过2亿立方公尺的土石。如果再有强阵或豪雨，还是会有阻塞河道的风险。明年汛期前，我们希望能够做了几道，就是可以让土沙不要下移的这个防护措施。此次安装任务是由阳明交大专业团队负责。7号早上，直升机执行吊挂运输，顺利将4名专业人员接回。花莲分署也将持续加强即时监测，并与水利署合作，全力守护下游居民的安全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